市场报告哈，那早上2人机的那个比较重，大概到68公斤，这是这个点。那比较直接去的，在公斤，啊，所以让你别大概在7点50左右，那我们看水位可以超过7点多，65公尺的方式。在做警戒，因为这边他们有个水上来说，现在水注意，民众他们这边来的人，不理，撤离，没有关系，我看一下，没有关系，基本上这样起来，他们小些楼，含沙量比较高，下面就有原理了，没问题，来，好了，你不要动，我动就好，你要动，我动就好。辛苦，好，来看一下，好，2人机哈，因为它是弯弯曲曲的，然后像它这个泥啊，从上游那个冲下来，希望中央这些沿路一起来去玩。那个李议员，你刚刚讲那个桥怎么样？因为我们目前桥面不够高，变成说它的堆积物都会堆积在下面的桥墩，然后会变成阻碍它水的进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是不是把桥面提高？而且我们这边因为会影响到交流道的。我们现在看阿莲那边，好不好？好，没有来，谢谢。那个啊，委员的，注意来，伊迄边所以因遮委员里长拢会来关心。我们过去。这谁啊？市长昨天在专访的时候批评说，这个韩国瑜的能力可练，但品德很难，是觉得他哪里不好？我有这样讲嘛，你不要品德就是品德可以。不是，我只是在说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当市长，平常做很多这种机要啦、幕僚嘛，对不对？最有心得就是说，能力是可以后天训练的嘛。但平常晚上有时候花天酒地，来开会又迟到，然后在打瞌睡，这种就很难训练。所以才讲那一句就是说能力可以后天训练，可是这种品性是很难训练的。就这个说法会不会让他觉得只是好像是认为韩国瑜的品德部分好像有一点？我跟你讲，这个请大家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啊，这个穿凿附会。所以我在讲我的经验 ，OK？ 像你昨天说蔡英文的那个饮鸩止渴，那他蔡办是回应说，他认为他们的两岸政策是稳健不挑衅。那这样讲我就没办法了。其实这样的啊，蔡英文总统在一开始，其实他在国际关系的运作上面是相当稳定，因为不然这个我们自己判断就知道。不过是这样的，我想最近应该是。因为要选总统嘛，然后民调偏低，所以有一种要搭台这个民调，所以才有那么捡到枪的这个讲法。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政治还是尽量求其稳定，因为还是国家的利益有时候跟个人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还是以国家长期利益为主。这是我个人的评论。这个当然他讲的他已经不支持。旺中不支持你，是因为你不听他的话吗？然后你觉得韩市长应该没有赶快跟他们说？是白台的。也是，还是这样的，我还是这样，柯文哲还是柯文哲嘛，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就比方说我们对大陆方面会表达善意嘛，但是也不见得说每一句都要听你的啊，对不对？我还说是台湾主体性，我们还是要确立啊，这是我的态度，就这样。中国曾经要你讲什么，你不愿意？不是中国人，就说就不要说中国的代理人在叫我们讲什么，是不是？我讲这个作为台湾的主体性，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见得没见，所以我们会表达善意也可以商量，但是不见得说哇，你没见要这样讲，对人家听不懂。不用青春啊，2017年9月打成这个样子，我都吓到了，不啦，是这样老讲，2017年9月那时候就觉得很生气了。他就说这个4大运我们办完，辛辛苦苦在办完，你看你那个老讲那个黑衣人事件，这个很清楚嘛，就是栽赃嘛，那个其实很清楚的，国安局也不是我指挥的，宪兵也不是我指挥的，那黑衣人事件，而且是个场面，那根本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国安局跟宪兵队在处理的。你看这次法院不是判那个要赔10万块嘛？可是你们不信，你们再回去看，那个当时那个震惊，那个
身份证，你看他怎么抹黑我们，这个抹红，你看那个他做假新闻，这个做到不然你把那一段时间哦，所有的频道、所有的时间，这种动用这种怎么讲？动用这种几乎这种国家力量啊，在抹红一个太过分了啊！但是这样的哦。